来看宜兰县东山乡的13份溪排水，那雨水济时，附近的田拢会淹水哦，无法度种植。县政府要来向中央争取1亿5千万的经费来种地，要拼明年底会当动工。田地中直直有水喷出来，源头就是边啊排水的圳沟。宜兰东山乡13份溪排水的圳沟，袂输长啊咧牵甲长长。 便若秋冬，宜兰雨水期的时阵，圳沟的水就会冲悬，走去边的田地。哦，流落了后，甲咱这个10份野溪这水源头遮吼，因为伊顶头沙石拢冲落来嘛，冲落来，所以讲咱这河道吼，拢叫拆掉掉。船长讲，除了排水的圳沟原来挖去，土沙囤积，嘛是问题的，每一年拢爱清，问题也是无法度解决。这块淹水的田地有数十家，拢无法度种植。 真侪民众要出力，嘛受到影响。强度型的这个整个河川的一个湾区好，那所以变成这条常常如果有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会造成这个农地的冲损。地方争取几年，希望尽来改善13份溪排水的问题。不过，县政府伫2029年所提出的治理计划，到今也未通过水利署的审查，地署工程拢无具体的进展。县政府嘛是有新计划检讨。11月份会再把修正版送水利署。那如果顺利的话，水利署会在年底来核定这个治理计划。县政府表示讲，13份溪排水的治理计划，后个月就会上线，希望年底审查会当通过，通向水利署争取1亿5千万的经费。 甲13份溪的排水系统切弯处理，各长明分化雨花加权，若是顺利，会拼明年底开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